Hello，各位好嗎？我係 Danny，係加州 Sunnytown 地區中心嘅服務協調員。今日我想講下 HCBS 最終規則嘅第8項要求：行程安排以及飲食自由。呢個要求訂明你有自由同支援去控制你點樣安排時間以及活動，而且隨時都可以食嘢。我哋去睇下一件優美嘅藝術品，一架福士車，仲有一櫃嘅即食麵，係點樣幫 Sunny Oaks 嘅住戶出席各自嘅特別活動。早晨啊，準備好今個週末去打保齡球未啊？準備好啦。好啊，夠鐘飲咖啡啦。咩事啊 Stephen？ 你唔係好恨打保齡嘅咩？係啊，但係我發現原來我哋球隊星期六要打分組賽啊。我明白你嘅心情啊，我都收到邀請星期六去 Baskin Robbins 個冠軍早餐聚會啊。其實我個畫展都係喺星期六舉行，但係我仲未完成我幅主題作品啊。即係你間房嗰塊空白畫布？係啊，我未有靈感啫，好常見嘅。係咪要同 Nova 講？同我講咩啊？冇人想去打保齡。咩話 Stephen 要去打壘球 ，Maya 要去食早餐，而 Lorenzo 因為未有靈感，好大壓力。係咪真㗎？我嗰部分唔係。唔緊要，取消打保齡球咯。有咩幫到你哋？我需要人幫手送我幅主題作品去畫展嘅場地啊。我哋可以揸架 SUV。可唔可以車埋我去球場？冇問題啊，架車大把位啊。車埋我得唔得啊？好啊，係咁 Dexter，你呢個星期六做啲咩啊？唔打保齡。發生咩事啊？冇事啊嘛？你記唔記得我話過應該要幫架 SUV 換油啊？記得。我哋冇幫架 SUV 換油啊。喂 Venus， 做咩啊？隔住電話都感受到你陰沉嘅氣場啊！我原本安排咗周末去打保齡球噶，但係佢哋一早安排咗要去其他活動啊！哇，佢哋都有自己嘅活動啊，好犀利喎！咁係幾好嘅，我仲提議車佢哋去各自嘅活動添啊！但係架 SUV 啱啱壞咗，我都唔知點算好啊！有時我哋太想幫人，搞到唔記得咗，其實好多嘢佢哋自己都可以搞得掂噶。而佢哋咁做，就反而幫到我哋去協助佢哋。我明啦，即係我可以鼓勵佢哋自己解決啲問題。冇錯，係啊。OK， 我哋呢個月都冇得用 SUV， 要諗辦法解決交通嘅問題。我33分鐘之後就要食晏，屋企冇晒嘢食啊。唔緊要，我哋會一齊諗到辦法嘅。冇錯，係啊。我哋今次呢個任務非常重要，要設計一條供應路線，跟住要安全送人員同 Lorenzo 嘅作品，攞罐提子汽水俾我。我哋要拯救成個星系。我哋要度一個啱晒所有人嘅時間表。學 Letterman 話齋，解決時間空間嘅問題就要俾啲空間你個時間。我哋用拿玻里技巧，啡色就係送 Lorenzo 幅畫去畫展，白色就係你搵人車你去球場，粉紅色呢？士多啤梨。好啊，你哋個計劃似模似樣喎。我問咗部手，佢可以帶我去分組賽啊。我啱啱俾咗個短信 Venus， 等佢送完我幅畫去畫展之後，佢就可以去球場接你噶啦。俾你嘅，祝你今日愉快。Lorenzo， 冇得彈嘅藝術運送專車到咗啦！簡直係齊晒31種口味咁犀利啊！我就話係全女打啦。你哋真係搞掂咗啊！應該每個月都要咁做。好主意啊！你知嘛？講到好主意呢，我需要一個主題嚟畫我幅畫。好啊。而我就想食嘢。係咁，跟我嚟啊！咁樣可唔可以接受啊？咁真係好似天降奇蹟咁神奇啊！的確係天降奇蹟咁神奇啊！我哋睇下，真係好靚啊！我中意呢一幅啊！哇！Sunny Oaks 嘅住戶
成功決定到點樣用自己嘅時間。Nova 聽佢哋講，每個人都去到自己嘅活動，又去到 Lorenzo 嘅畫展，而最重要嘅係 Dexter 有嘢食啊！你有自由同支援去控制你點樣安排時間以及活動，而且最重要嘅係隨時都可以食嘢。記住啊，你所屬嘅規劃團隊服務嘅宗旨係以人為本，而所指嘅嗰個人就係你。